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民张伟明，继续来关心咱们疫情。咱讲疫情真正有转好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即阵这个本土案例是18例吼，境外这部分更加爱来注意吼。即阵是6例，咱看到讲吼，这境外这部分一直拢维持伫个差不多这个数字吼，代表讲这个境外也是真危险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台湾即阵注射率吼已经提升到22.48%吼，离咱讲的这个蔡总统讲7月底25%吼，已经豆豆咧接近吼，愈做愈紧吼。另外，咱嘛讲到今仔是第3波疫苗，咱讲注文的这个时阵，若收到这个信息啦，会当看讲，当时会当去注文这个诊所也好，也是这个医疗院所啦吼，来去注 AZ 这支预防针，差不多是落伫咱讲50岁即卡刀的这个吼，咱讲年龄层的这个人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30岁以下到底你注有啊是注无咧吼？咱讲到吼，这个人吼要安怎？有的少年人真急来讲，我就是这个社会吼，伫遮走来走去的人吼，治病这个风险。有影咱嘛看到讲，今仔这个记者会头顶嘛有讲到吼，咱讲少年确诊的这部分是哪来哪济啦吼。所以，但是中嘛讲，赶紧把这个年会吼，注射的这个年会往下啦吼。另外，那是因为咱讲风台要来啊，那是因为风台来拄着注预防针，即工拄你要去做吼，这影响着可能就是后回啦吼，后礼拜的时阵。就互你来去另外来去注文，另外大家咧关心的就是咱国产的这个疫苗吼，目前真正就咱讲的啦吼，一定会真济这个政治的这个风波伫咧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国民党去这个启灵来去告上，来去告这石油数啦吼，这动作咱等下好来讨论。另外咱嘛讲到吼。即阵通过咱的这个 EUA， 这个巴拉圭吼，即阵嘛核准这个高端 COVID-19 这个疫苗要去遐进行3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吼。头拄咱嘛讲到，国民党个因上独立高端啦吼，通过这个 EUA， 江启臣主席伊批评讲这是一个无相的这个作业，啊对国产疫苗啦吼，绝对咱讲袂当互伊变作是一个政治的这个议题，毋望回归到这个健康这个议题啦。另外，但是中部长伊嘛讲到吼。高端疫苗若是真正开始做，这一冬内随出吼大问题，都要来随取消紧急使用的这个授权。咱嘛看到讲吼，但是中今日嘛讲到，大重点是啥？这个7月26，唔是解封，是降级，咱是要拼降级，唔是解封。尤其咱昨嘛讨论过3级降2级，2级嘛是一个大一个吼警戒的这个状况啦吼。所以7月26同款嘛是要挂嘴烟、写到距离吼、接洗手这款的这个部分啦吼。啊主。这个咱讲吼，无共款的这个牌子，有的人嘛是吼真期待啦。咱嘛看到讲吼，其实 AZ 也好，这个 BNT 也好，是真济国来去做研究。但是咱嘛看到讲吼，民众吼真正吼，有的人就摕这个黄卡啦吼，啊骗这个医师吼，想要安尼把这个糊弄安尼过去啦吼。但是这真正会出大问题啦。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 AZ 甲 BNT 伫咧咱讲韩国有人安尼去吼。做无共款的这个牌子，但是一个警察50几岁，就安尼来去死亡，然后到底哦，因为咱即阵拢也未完全来去开放这个健康的这个部分吼，咱嘛要等待这个代实验3个月以后，咱才会当较明朗化来去看讲吼，这个会当咱讲做无共牌子吼，对整个吼这个防疫也好，也是讲保护力到底这个数字安怎来去表现？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咱邀请中央医生所兼任研究员何碧芳何教授你好。阿斌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新光病院家医科主治医师李秉墘。阿斌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前卫生署长涂胜铁。阿斌好，大家好。是吼，3位拢是咱的老朋友啦吼。咱今仔要讲一个真关键的问题啦吼。咱昨晚开始讲到一丝啊，咱讲吼，这个国产疫苗会当通过EUA，咱讲吼上大的这个问题过来，政治的这个纷纷扰扰啦吼。先来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咱看这个表现，咱有一张卡吼，咱过去一直咧用的吼。就是讲这个 immunobridging 吼，咱透过这个 immunobridging， 有人讲哇，你这个是全球开先例啦吼，啊，咱到底表现是安怎？有人讲到底会当安尼去运用无吼？安尼家用这个球安尼吼，咱就落伫什么点吼？先甲大家说明一下。咱来看一下吼，这个抗体就是这个吼，啊，甲高端就差不多咧食。是。啊。这边 Y 轴这边吼，这是保护能力。咱实在是，当然咱袂当对家讲啊，咱的保护能力就是偌济。是。但是咱上重要就是用这个看 AZ 的这个抗体的这个外观外加吼，啊，甲这个
康复的人会来比，是所以咱即马甲比起来了后，讲这看起来是袂歹，啊，这有一个较悬的位，但是咱知影讲这有一个正相关，就是讲较悬就有可能较悬，较低就较低，但是这条线你看伊是一个。有高高低低的，有者迄是真侪点拢咧顶头的，所以咱袂当讲安尼就算讲是90还是70还是80。OK。迄正经保护力偌济，咱家己爱来做。OK。大家爱来知影讲吼，咱 EUA 通过了，这毋是讲就安尼结束啊，就是讲这就是一个大家拢来用，咱甲目睭闭起来。大家拢来，毋是安尼。咱即下要开始用的时，嘛是爱注意来看，嘛是共款爱来追踪所有住的人。啊，即马就爱来看讲，咱安怎来设计一个，嘛是会当即个高端伊即个厂商有即个责任，来继续来收即个咱叫做效率，即 effectiveness，效率就是讲甲即个。伊安怎做啦吼，业苗安怎保险，所以这一半是国家的代志。所以其实吼，这个追踪这个代志，爱去看这个效率，实在咧用的时阵，这是国家甲厂商的斗阵做的。OK， 去收集这资料吼，咱台湾的双方面拢爱吼。台湾的资料应该因为一半是国家的作为嘛，吼，咱护士安怎做，咱即个疫苗安怎保险，安怎运送，即个温度来使的，这一半是国家的代志啦。这是我家己的看法。一定两方面斗阵来做啦。最好是有第三方面，就是讲咱的迄个研究单位，譬如说大啦公共卫生学院啦，大家来甲帮忙，所以大家斗阵来甲做起来。所以就袂讲抢上我袂讲，但是要比的就是比啥？比讲我高端做出来，这人伊即马破病的人偌济，来甲 AZ 来比，来甲莫德纳来比，咱即马就安来做，甲无注射的人来比，来控制讲年岁啦，性别啦还是大的胃安尼，这就是用一个大的数据来，大的追踪的这个范围。对，这一定爱动用到咱的迄落健保资料。OK， 健保系统啦吼，共款咱咧注意防晒的时阵，其实咱讲这个 V Watch 啦吼，来去做一个这个追踪吼。头拄啊，这个何教授你讲的，咱即阵会当看就是这个中和抗体，差不多是这个 BNT 和 Novavax 这个中风者啦吼。但是咱袂当讲伊落伫遮，伊的保护力就90%，袂当安尼讲吼。咱家己来收，这是咱家己来收。家己爱来收这个资料。伊迄个 EUA 嘛是有甲这个高端这个公司讲，你一年了一年以来，你来互我。保护力 ，OK， 好，不管你是安怎做出来 ，OK， 应该有一个就是适合甲迄个科学有循着这个科学的这个来做来收的资料，所以迄是真重要啦。正经以为是敢若是头一步，OK， 互人要用的人会当用安尼尔啦。OK， 所以咱看到讲吼，即阵咱透过全球第一啦，但是这个全球第一是受到真侪国内这个机密，咱等下好好讲到这个部分哈。但是咱看到讲，其实这个数字的这个表现，咱安尼表现起来是袂歹，但是到底有保护力，咱过来透过这个时间来去做一寡这个证明啦吼。另外，咱嘛要讲到吼，这咱一直讲到吼，国产疫苗这个部分到底有效还是无效，还是保护力安怎来去追踪啦吼。即阵咱要过来看讲吼，这指挥中心吼，今日看到讲咱这个疫情，头拄嘛讲到吼。解封也是讲吼，对着这个咱讲解封吼，其实毋是完全解封，咱讲是降级尔，3级变2级啦吼。另外，咱也拄着这个国产疫苗吼，真正拄着问题的时阵，但是就嘛讲吼，真正随爱甲收倒转啊，先做来听。总共有本土的病例有18名，那居隔检验是阳性的有9名，那境外移入的是6名，那死亡的个案有4名。那台北市有7名，新北市有6名，基隆市3名，桃园市2名。疫情应该是可以控制的疫情应该是可以控制但疫情没有突发性的变化的时候，那我们有可能松绑部分的防疫管制的措施。那有台风的时候，但停班停课，那恐怕这个施打战就会停了昨天我们跟大家也有宣布，就是说高端是这个有条件的一个通过整个会议的结果
21名专家，那因为整体的投票结果并没有所谓的一个票数相同或怎么样，所以主席就没有投票。18位同意里面那3位是完全同意，那15位是有条件的通过。那1位要求补件，那1位不同意，然后建议核准专案制造。18位同意里面他那条件当然就是我们相关的里面，就是说制造期间每月要提供安全性的监测报告，那核准后1年内检受国内外执行疫苗保护效益的报告。1到3类是6月9号到7月9号，那已经接种1剂莫德纳疫苗的那赶快去打第2剂。虽然听到这个针对国产疫苗这个部分但是部长各一届来去做一寡说明因为咱看到讲昨安尼一出来当然有的人本地就已经望讲这个疫苗卖互过，但是有人讲这个安尼草互伊通过真老草啦代表是咱讲有这个互相的这个作业，咱等下当另外来看。但是咧，咱讲这个头段嘛讲到这个 immunobridging， 头段看到迄张图啦咱落伫什么款的这个位置咱头段嘛讲到是这种中和抗体作为这个替代这个指标，甲相比，甲这个 AZ 来去比啦咱讲真正比伊较好偌济3.4倍本地要求佫加伊0.67倍伫咧惠清反映这个比率95.5%大过伊这个标准这个50啦咱继续佫请教刘医师啦这个表现数字当然有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这个解读的这个方式啦但是咱嘛听到这个高端这个主持人也是讲因的这个公关伊这是连家文医师啦伊昨嘛伫足侪媒体头顶去讲伊讲这个 immunobridging伫咧欧盟也好，也是讲其他国家，其实拢总有豆要来承认嘛咱嘛讲到去年咱做这个 immunobridging， 可能迄当阵讨论的这个正确这个部分是方向是对的，你感觉咧？当然伫今年5月，迄阵 WHO 世界卫生组织就开始咧讨论免疫交接这条的问题啦免疫交接问题当然就是发现讲，即马大家也要照传统的这个发展这疫苗要发展新的疫苗来去做研究的话，可能时间要拖足久的要面对讲即马讲通过这几间要来面对全球的感染的人数，要回到一定的涵盖率，这一定有困难可能会无白付啦你看即马3龄都拢做袂出来所以即马开始来讲，大家国家拢有意思要来做死家己的这个预防针，要做家己疫苗，这当然伫世界卫生组织来讲，伊是爱鼓励所以只不过是因即马爱想一个办法来互这个发展疫苗这个方式会当愈紧，所以才提出讲这个免疫交接这个问题。免疫交接的问题，即马看起来有几个国家，尤其是日本嘛，开始即马要发展家己疫苗，因开始嘛要用这个方式来发展新的疫苗出来当然对这个来讲，当然有个科学家也是讲有个意见，当然有讲无一定讲会赞成同意伊讲免疫交接这个也无全球同意，甚至讲你也无任何一支疫苗讲已经出来，确实正是用这个去对接的方式来证明讲伊一定有效。所以我咧想，台湾这个做出第一步算全球的第一步。其实这个真正有成功，嘛等于甲全世界讲，咱伫这方面确实当建立一个。那一个模范讲，你这个代志是可行的啦会当这样来做的当然有个人提反对的意见就是讲，咱看这个即马已经通过的预防针来讲，中和抗体当然是一个指数来看讲这个有效性。不过有个加网加问题保护力看起来都袂歹。OK。嘛无查解者，尤其伫真实的环境内底。你看 AZ 甲莫德纳甲这个辉瑞，看起来3支比起来，伫英国的研究内底其实保护力拢袂歹。拢无讲真正想讲你量起来中和抗体较低，比恢复者的这个抗体较低。这个真实环境下，就真正保护力较无。所以当然，这个要看对一个免疫细胞的指数来决定讲到什么款的程度，会当代表一定的有效性。这当然后壁拢继续研究。不过即马来讲，当然即马大家较会当肯定的，就是伫这中和抗体浓度内底，你上无爱关过一个程度。所以咱的实验数嘛是因为安尼，咱即马家己定一个指数。你上无爱关过一个程度，代表讲有可能伫这个。真实环境的情形之下，也有一定的保护力。OK。当然有一寡人去挑战这个问题啦当然伫即马这个紧急的时阵之下，咱当然当提一个咱会当认同的讲法来发展疫苗所以即马看起来，上无咱家己发展的高端的疫苗，伊即马看起来是比伊当初定的标准是超过介济，超过介济，甚至是中和抗体也算起来啦
应该会超杯到恢复者抗体的2倍到3倍中啦吼。是。当然，就像拄仔何老师讲的，伊无一定会代表这个临床的这个有效性。是。当然，这个需要，不管咱国内家己注射，咱来收集资料，还是国外因继续做巴拉圭的第3期。是。哦，这就咱爱看讲，伊到阵做出来，一冬后是反映出来的有效性是安那。台湾即马这边家己做的，当然一定有一马较袂准，因为咱即马的感染人数较少，所以咱爱合理看。咱台湾家己的证据，会当看不管是有效性以外，嘛当看伊。包括讲这个副作用是毋是有较济，还是讲有一寡较重大副作用？是。巴拉圭边因为可能感染人数较济，就会当去较好的去对应讲这个有效性较大。不过伫这边啦吼，当然咱嘛是爱呼吁讲，不管是媒体还是讲这个民众吼，确实讲即马国产疫苗开始治疗，我相信一定加减减，拢有一寡人会产生一寡副作用，甚至有一寡人比可能足少的，嘛是会产生一寡重大的不良的事件。OK。咱大规模开始咧做啊。对，咱是无希望讲这个事件去用放大。吼，因为你来看哦，就咱上惊就是咱发展国产的疫苗做。是。即摆你来讲，一个已经做过国产疫苗啊，结果过2-3个月了，去用感染嘛。上惊就是这个案例去用放大。OK。比如讲，哦，你看国产疫苗无效，有人做过2声嘛是共款照着。吼，大家要有一个观念，不管你即摆是做 AZ、做莫德纳、做 BNT， 共款嘛是拢会得，嘿，拢有这个风险哦。你国外嘛是共款啊，嘛是有人做过2声了去得的啊。重点是咱爱看啦，伊得了是毋是对这个人有一定的保护动静的效果？是。哦，这是咱看疫苗上重要的重点。哦，莫讲啊，你看有人自的讲，这个长期拼唱歌啊，是讲这长期讲去切膜啊，这对阮来看起来这是会当控制的副作用啊。是。所以莫甲这个代志放大啊，变做大家去惊这个疫苗。是，有影咱看吼，过去一段时间来吼 ，AZ 一开始咧做的时阵，尤其是做这个4大人这部分，媒体报甲哪啥咧？咱讲吼，这毋是这支社问题，是时间上还是讲背景素质这个问题啦吼。另外咱看讲莫德纳，其实咧做的时阵嘛，受一寡这个不良反应啦吼。另外咱拢讲吼，这有当时啊，甲伊本地吼身体的状况都有关系啦吼。所以未来若是当着这个做国产疫苗这个部分吼，民众嘛要有正确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部分啦吼。咱过去都咧讲吼，真正甲家己的这个身体嘛是爱吼顾好势啦吼。有当时啊。你若是无做好，咱过去讲吼，这 MPI 也好，然后你共款嘛是会确诊的这个风险。继续，咱要来看讲这张图啦，咱讲核准的这部分20岁以上啦吼，会当是4礼拜。咱就使去做第2档啊吼，但是咱看到讲吼，这个安全性的这报告非常重要。另外，这个海外3期，咱今日嘛看到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伫这个巴拉圭吼，伊要做吼临床试验顺利可能吼来拼啦吼。但是因 Q4 吼第4季的时阵，才有一寡这个其中报告的这个数字啦吼。咱继续来请教这个署长啦吼，咱看讲吼这个使用数。过去有人讲因真估摸啦吼，但是这估摸是有必要的吼。但是咱看了这回，有人讲伊乌伤，咱等下当看到另外一支吼，这个在野党的这个批评的这个部分。但是你规个整体来去看，这个部分海外甲这个咱讲国内这个吼实体的这个资料拢爱去做回收啦吼。时阵海外会当顺利行出去，伊代表是啥物？这个咱讲吼这个上顶伫咧。这台湾吼以前吼拢唔捌咧做这个疫苗啦吼，嘅研发啦。当然，这个国光疫苗是有，迄阵是交日本的北理迄边合作，所以应该是叫技术引进啦。但是这边吼高端唔是叫做技术引进，伊是吼迄个疫苗的迄个交这个应该叫莫德纳是共，就输出同源啦。爱是用 mRNA， 但是伊单用蛋白，所以咱的蛋白叫就是 mRNA 做了要产生迄个蛋白，共迄个蛋白就对啦。但是这唔是技术引进，伊这是讲伊做出来了，过来要安怎来做出来，这个部分爱家己做啦。所以高端入来了，就怎讲，就是要做蛋白，但是这个流程啊、制成的爱做足侪研究甲改善，有可以做出来啊。即摆已经做到这个2期临床试验也有做，即摆甚至算甲恭喜好啦。变成 EUA 啊。通过。当然，我最近消息面讲，这较是困难的开始呢。OK。即摆要做，其中一个开始困难讲，你以后你要干卖台湾尔，你讲你无爱去卖外国嘛？你要卖外国，你要证明，互人感觉这有效。是。证明有效，一开始吼是去摕一个 EUA 啦。但即摆足侪国家无需要摕 EUA 啊。因为我阁有够啊，像美国我头先阁互你 EUA。
我家己个有够用啊。啊，像这小国家讲，你若来送我，我个互你EUA，啊，若准无吼，我个摕迄个 COVAX 吼，互我遐个用袂了啊啦。所以无偌久，过几个月了，甚至会变成买方市场。OK。所以这边用 EUA 不遐简单，但是吼嘛是爱做，这是咱政府会要求的。你讲需要数吼，做规模过有影，规模甲阮在做市长的定啦吼，咪讲啊，你这等于变做什么？那个生物科技吼，产业的绊脚石啦。哦，我一直讲拢讲揪脚手的，毋是，这是为着安全。但是最近的表现吼，我是爱足严格。OK。但是已经加足认真。你敢知讲？因即马吼，毋是讲去甲伊讲啊，你来申请咧。因咧做的中间，伊个派人入去到厂内底，一直为头到尾看，所以这边当遐紧个安尼。我叫做共同成长。OK。服务佮叫共同成长。啊，那安尼吼。就是这边会当较紧，就是因的行政的流程吼，因来改善，啊来较认真来服务安尼。但是最后要互外国会当相信，你嘛是爱个摕出完整的，毋是干咱这高端疫苗尔，含莫丹啊含啥拢相共，因拢到2022还是2023，才做完3期啦。啊，做完3期了，个咱去申请正常的、一般的。药证，啊那为了药证，你个人全世界去卖，即马袂使，即马拢是 EUA 紧急授权互你。所以有人吼，拢误解讲，啊咱这48条第2条大量我使买，无，毋是，迄厂商无可能卖你啦，因为这是政府互你的 EUA， 就是紧急使用的授权，这种。授权，干那会当互你卖政府尔啦，袂使卖别人啊。当然你会使卖政府派去的人吼，去讲，你看派什么人去讲都袂要紧。你派官员去讲也好，派高台去讲也好，迄拢袂要紧。但是你要有授权，伊较敢甲你讲。所以吼，即马以后要变成商品，要安怎？甲爱去经过这，所以高端吼开始，咱咧当起啊，该去甲外国做嘛。啊，听讲恁俩以后嘛，就拢爱去甲外国合作。啊，你无甲合作，你个无即个。数字嘛，啊，你无这数字，你个袂当说服人讲，互你这个使用嘛。啊，你要讲靠经济授权吼，我讲台湾一定会互你用，啥啦？因为你若有合理的数字，啊，咱为着咱国产疫苗，咱国产疫苗吼一定爱家己做。这较袂讲像我刚买一个疫苗尔呢，足艰苦济寡。都要白脚白手吼，爱白脚白手，啊，处处好像受限制啊。万一来阵讲，这项病吼，敢若咱。局部敢若下周咧流行，人美国人嘛不一定爱做呢。所以吼，像个马拉利亚个讲，你讲啊，我这个无马拉利亚，我哪需要做？所以这个是讲，你爱家己会晓做疫苗，这点吼真欢喜。这边吼，至少咱有2间，而且高端已经或者咧评审委员讲，这会使互伊紧急授权使用啦吼。所以咱讲吼，这是全球头一支 EUA 啦吼，咱讲这处单位2倍制，虽然这 Novavax 因有生产出来，但是伊嘛还未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 EUA。美国毋是讲无爱会通过，美国佢无需要会通过，伊国个疫苗伤济啊嘛。所以吼，这品质吼，我是爱讲科学数字。所以伊爱去做外国的，啊去做国内的，啊完全按照咱这个卫生部的要求做啊到尾一直看袂使，甲伊停掉啊，啊看会使。到尾也可以摕出外国，所以即嘛先讨论讲，咱外国袂要求，你这袂当过，袂当去履行啦，袂当啥，迄拢后白讲的。有影啦，咱讲吼，这个部分拢是一寡这个假议题，无论是这个 passport 也好，还是讲咱也是做国产疫苗，无法度行出去国外，这拢是这个。迄拢后白讲啊，你科学证据啊有够个有，另外一个吼，像美国吼，讲我家己做了有够济啊，你啥物人要入来我嘛？我拢欢迎啊！你就来我家住嘛。我个就想要你来我家佚佗咧啊！所以迄种黑白讲以后用动买，即下阵讲，但是迄交 EUA 无关系。EUA 是讲你会当到我家甲你驻馆的人买。OK。啊，履行迄另外一回事。迄是讲我即马入来会惊你买，还是我内底我若毋惊，你当然来就好啊。所以迄以后的代志，迄即马拢讨论迄拢是故意要互人毋敢去做即个预防针啦。啊，你若阵拢无要去做呢？啊，无人做啊，多好，我家己去投资。有几啊，拢去投资个对啦。OK，足奇怪咧，你感觉毋好咧，人搁去投资啊。所以这个是讲，咱即嘛拄啊紧急授权，就是讲 EUA 意思就是讲紧急使用。啥要紧急？因为即疫情要治理嘛。OK，但是应该是讲紧急要安怎用，讨论这，毋通干那拢讨论为讲
迄落说这疫苗足危险的啦，啊，就是你说咱就个紧急要用靠你所见，那个大家尽量爱利用，啊，所以呐，用安尼来看吼，这高端若过，请大家人我安心，因为这是18票对1票吼，我相信吼，好个在我有1票啦，是，对，种台湾有影做民主的，不要紧，大家就认为讲这会使用，会使用是不是一定讲有效？他们讲吼。是也唔知啦，也唔知，但是咱看到讲吼，这个监测这个部分嘛是真重要，伊安全性甲伊这个效果，咱讲长时间爱来去看吼。咱继续要个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高端哈上市了后，咱讲吼，规个这个苹果，咱头先嘛讲到中和抗体，敢若是这个苹果的这个指标之一啦吼，陆陆续续还有真济来观察，先做来看。高端新冠疫苗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加速第一期温存专案制作的国产疫苗。卫福部小数指出，高端疫苗中和抗体几乎平均效价是375，AZ 疫苗是差不多130。专家表示，这代表高端疫苗的中和抗体生成情形确实比 AZ 疫苗较好。综合性抗体的高呢跟低呢是跟保护性有成一个正相关。但是正相关不一定是一个1:1，就是说我是你的3倍，那我的保护性就是你的3倍，不是这样。专家表示，中和抗体只是疫苗保护效果的评估指标之一，并不是讲中和抗体愈悬就一定比其他品牌较好。比如 AZ 疫苗，研究发现伊的保护力有8个月。另外，疫苗上市了后，也会继续监测治疗后的不良事件。AZ 疫苗，你就看到说它会有血栓，而这个血栓的比率可能是10万分之1，或是更低。那这个在临床试验是看不见的，所以监视是必要的。专家表示，目前国际上还未讨论出到底中和抗体要达到偌济才愈有效，所以疫苗上市了后，依然要继续监测。另外，最近国内疫情转好，建议国产疫苗还是应该要到国外做3期临床试验，这对国际疫苗进入海外市场得到国际认证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当然，咱讲到吼，这个高端疫苗已经通过这个 EUA， 但是咱讲吼，有一关吼，就是 ACIP， 或就是疫苗这个专家的这个小组来去讨论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真侪人对这个高端通过 EUA 审查有无共款的这个回应吼。咱过去看到讲吼，咧吼讨论国产疫苗的时阵，医生来逼资料，伊讲吼，即阵伊讲啥？伊讲是这个无路用的这个数字。吼，这无参考的价值啦吼，这个何必向教授嘛是受害者，吼，甲伊的这个咱讲言论吼，互坑做伙，但是咱等下何教授来回回一下啦吼。另外，这个是信如吼是这个中国病院这个感染研究中心的这个主任吼，因为共款吼讲中和抗体，敢若是保护效果，咱头都讲指标之一，无代表讲中和抗体较悬，你就比其他品牌较好哦，吼！但是咱看到未来这个监测非常重要啦，吼！啊，但是咱嘛讲到有人咧望讲，这支国产疫苗，因为伊的这个处单位2倍剂，吼，甲其他疫苗拢总无共款，吼。有4种人，吼，特别需要哦，这款的这个疫苗，都4种人咧。这是我想的啦，吼，因为我真侪人拢会来甲我讨论，讲这是安怎，那我拢有，无熟悉的人嘛是会啦，透过脸书啊，对，所以我该综合起来是讲，有头一种人上重要，就是讲有一种人吼，伊因为身体问题，可能有敏感啦，吼，血角啦，吼，所以伊就无想讲要去注这个 Moderna 啦，或者是或者是 AZ，伊即马就咧等，吼，伊就咧等叫做次单位蛋白质疫苗，这伊就即马就拢阁无嘛，吼，所以这是一个人，这是对伊真重要啦，吼。第二种人就是讲吼，伊第二种人就是讲，伊即马就是讲伊就讲我是要支持本土的人，哦，支持国产的，支持国产的人吼，伊就讲。这是无要紧啊，人的这个情绪，伊就讲要支持国产，那就支持国产，所以这无啥物问题啦。吼。搁一种人就是讲，我即码无啥物，我这个优先顺序真低啦。OK， 这年岁较低安尼。年岁较低。OK。所以我就可能我一直等无啦吼，但是我嘛是有需要啊。你即码国产的若先来，会当我选，我就先来选，我先注着吼。搁另外一种人就是讲吼，伊就这款人较麻烦啦。这款人就是敢若像我这款人吼，伊是科学的人，吼，伊做科学研究，吼，伊即马咱就知影讲，这个 RNA 疫苗吼，差不多20年前就开始研究啊。就咱知影讲吼，咱即马甲注入去了后，伊会进到吼细胞内底。
伊的刺激的免疫力是较好。但是咱对这个做这个程序吼，就想讲，这捌做过，这唔知安怎袂吼。所以即马大家有一条科学的人就是讲，嘛是共款啊，这接新的这个科学边来，虽然咱研究20年啊，但是真正大量使用，大量的使用时间无够。OK，伊就想讲。啊，无你拢去煮啊，我就来等啊。我来等，所以来等这个啦。我来等蛋白质啊。这是4种，我感觉这4种啦。咱这点样咧批评讲吼，这安尼做唔对吼，咱实在是爱将心比心，来看讲咱有啥物需要。EUA 本来就是吼，为了要需要用的人来做的。是。因为有人要需要嘛，有紧急的状况，咱唔再来改伊讲，咱是需要来讲，咱来看看完全无啦吼，大概安尼大概是有效啦吼，大概是可能有效，唔知影咱来试看卖。所以踮喺这个情况之下吼，咱来想讲，这可能对遮的人是有路用，所以咱也想讲，应该甲伊放喺迄个唐凤的迄个。这个平台内底平台内底啊，互人去选吼。啊，你即马若有的时阵，咱啊个毋知影偌济啦。有的时阵吼啊，尽量就互用，因为正经有一寡人，伊就是要选择。是。吼，这是真重要。咱毋通一直想讲吼，这个程序真重要，程序咱家己。科学家、学者拢家己想讲，安尼做才对，剩的拢唔对，啊唔对，人是有人有路用啊，嘛是爱互伊用啊，所以是真重要的代志，爱比较务实一点啊。因为我个人，我虽然我是一个医生，我虽然做科学的研究，但是我吼比较务实，我就是咱拢爱看讲人有啥物需要，啊咱看会咱家 bridge 起来的吼，咱上理想的吼，啊个。上务实的吼，来结合啦吼。对。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科学来去做一寡这个研究吼，即阵数字嘛来定下来。所以有人讲这是无路用的数字，唔是啦，伊是有参考的这个价值的。咱头拄嘛看到迄张图啊 ，immunobridging 伊就落伫迄个位，但是咱讲未来这保护性，咱讲是爱长期来去做一寡这个观察。但是当咱头拄嘛讲哦，伊讲吼，这个随时若出代志。EUA 其实会当随时收档啊，收档啊，是啊，有影。啊，另外咱嘛讲吼，这张瓜市长啦，又讲吼，伊讲哦，这核准这个专案根本吼，我看会到接袂到啦吼。另外搁爱通过就讲，伊毋知影这个核准专案这个意思是啥，都还袂当做啦吼。伊讲的这个部分，咱先搁请教这个刘医师啦吼。伊讲话讲一半尔。嘿，讲一半吼，就是讲，当然，咱这个目前即马咧情绪咧行嘛是行一半尔，所以伊无需要。瓜市长讲遮早，意思就是讲啊，恁讲这后壁拢还袂发展的，拢还袂做咧，就敢若拍枪转去啦吼。当然，像何老师讲的，就是讲，咱即马咧针对这疫苗，其实上重要，啊，先看这个疫苗是毋是安全性上重要嘛吼。啊，当然像我之前读过一本册，讲过一句话吼，伊讲理性的事实吼，无一定是合理的做法啦。吼，就是讲你敢讲科学家讲，我爱做理性的去做，我就是爱安尼。当像我发烧，人讲发烧好啊，发烧对于你这个当体内这免疫抗体、抗体较好啊，所以你拢袂当食退烧的。啊，你嘛爱看这个人是毋是堪咧发烧啊？哦，所以理性的事实无一定是合理的做法。吼，所以咱爱看种即马这个。环境哦，啊，佮包括即个代志，即马行到什么程度？哦，这嘛是 EUA 发展出来的目标嘛，对吧？你讲大家拢要照步来，其实嘛要发展 EUA 啊，大家拢行到上一步，较当甲我做出来，才能去助力人体嘛，对吧？是。所以咱即马咧看就是讲，伊即马一步一步来，咱爱先经过讲是疗数，确定讲你即个药啊是毋是安全，是毋是有效？是。有效性，伊莫讲有效性，咱毋知有效性，讲上无符合伊需要伊会当住的条件嘛，吼。啊，过来都要经过一个 ACIP， 伊去定这个规范，就是讲，什么款的人确实会当注意顶管，以外，这个疫苗当时会当做，当时开始做，啊，了较这个 CDC 这个较开始去做这件代志，所以后壁嘛是有一寡定数爱行较煞啦，所以经过这个制造的通过，过来就是注射的通过，啊，过来就是过来就是真正实行这件代志，啊，当然这无可能讲我今日通过我。这个是药数通过，明仔就开始做嘛吼，包括讲你讲有量产的部分，包括 ACIP 爱先过，啊这总共一步一步来嘛，是有一寡行政的这定数爱去行，行到最后啊较真正，搁放入平台内底，互大家去做选择。我相信放入平台内底吼，这就咱等于做一个民调啦，民意调查，咱做一个大型的民调啦吼。需要的人，就像何老师讲，迄四大类的人有需要的，伊就家己会去选择国产啦。有影。吼，啊，咱就当来看讲，大家对这国产真实环境下
这信心够大。啊，真正有的人可能一初步无信心，伊嘛是会观望啊。看讲，即马大家人做了，确实拢无代志阵，伊就开始会去做啊。我像 A 字共款，当初是一开始大家都来嘛想无要做，过来看，代志做了，伊嘛是搁改啦吼。所以这部分会搁看落去。有影啦，咱讲吼，长时间来去观察，尤其咱讲吼，这个8月中还是8月底的时阵，可能酒数酒量。差不多有40万、50万，咱看到讲即阵的这存量啦吼，所以迄当阵若是有这40万、50万，这4类的人就当吼随来做一寡这个登记，靠海的人也好，还是讲你吼过去有一寡这个可能的会角啦，还是讲过敏的这个部分啦吼，还是讲年岁吼做袂到的吼，亲像讲40岁以下、30岁遐咧等的这个人啦吼，啊今仔这个陈市长嘛，好问到一个问题吼，来讲吼这个做袂到的人吼，尤其是这个咱讲就是即骹刀的年龄层吼，30岁吼这个顶下的人吼，但是佫有一个重点来，伊讲吼 BNT 啦吼，就是要互这个高中生18岁以下来去做吼，所以这个人相对于向剥削的这个感觉吼，来继续请教这个署长，这个问题敢正确？唔对，唔对，唔对，这是安尼吼，因为吼，咱即马一个疫苗会当做对，拢爱看有做研究无？唔是讲用理论上的啦吼，啊，伊要讲你18岁啥，爱个迄阵咧做，迄阵无做到18岁以下的人啊。是啊。啊，这是安怎？这个是研究设计吼，有当只一条工遐无爱做的啦。哦，是安尼讲。啊，你个囡仔较自个拢袂发生问题，啊，但是自然啊，万一发生问题，啊，你得到的好处交副作用个麻烦啊。啊，有的人个无讲，像讲中国伊疫苗伊个注伫对呢，60岁以下较会使。伊像伊真正无爱做，以前无爱做，因为讲我做咧足侪人过身去，好加麻烦咧。拢家算起个部分。我要较紧得到结果较紧咧去销互全世界。所以伊咧设计迄阵就无设计着，所以主要尾啊，较来去补做迄部分就对啦。当然补做了是毋是会做，迄个看。像咱即马了解，咱少年人嘛是无做啦，年轻人嘛无做。所以看讲你的目的是要讲，或者疫情落。啊，那这是传染病控制。另外一个毋是，另外一个是讲要互着的人卖重病卖死，迄个佫无共。这一个是福利型的疫苗，一个是迄个免疫型的疫苗，迄是无共的思考。但是这边吼，这个若阵讲伊啥物会使做袂使做吼，摆伫卡表拢相对剥夺感啥物，迄毋是啦，迄完全是按照你的需要。当需要我头讲过两种，就是讲你要互会重病的人较紧做的，唔通互伊着。病了会当病死去，啊是讲会较高传染的人，啊什么人就是靠这就是医师护士上较高传染的啦，啊伊嘛上较高防传染的啦，你拢共看，所以这个人当然爱优先做嘛，所以这两个是遐咧用的，所以大家吼爱相信这个指挥中心，大家这专家去讨论的，按照人讲1、2、3、4、5、6，其实你会使去反映啦。当然，我也晓讲，你虽然讲这个职业内底，我有讲坐头前的坐外壁的，或者后壁伊较慢做无要紧，应该爱去分啦。但我都分啊遐有，但你相信指挥中心的这个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安尼就对啦。莫去共偷做啦。OK。莫去抢这个医护人员吼，啊，什么迄落什么的，一寡政治人物吼。一方面讲，这唔好；一方面家己走去做，迄唔好啦。这含日本嘛，笑到要死啦哈。啊，当然这边高端来啊，这吼用伫阮长期吼公共卫生的观点来看，这是阮真欢喜的。因为台湾需要一个，咱会当做疫苗，而且生物科技的这个公司吼，会当来做这。啊，咱有法度通做，这边证明是会使，咱现在是有啊。但是咱一直拢服务互世界知影，所以那像咧输。韩国的你敢知？甚至输印度，因讲啊，佮若阵要做代工要安怎吼？无想到咱就对啦。看咱那就袂晓做安尼，下一代是会晓做安尼啦吼。啊，这边吼讲话这4个内底吼，啊，有一个叫做柯文哲，吼，迄嘛做咧吼。是。这柯文哲讲话拢伤紧，咱定咧讲啊，讲话莫伤紧，啊，讲话莫伤满，吼。柯文哲讲话伤紧。伊毋知讲这了，还佫一个叫做 ACIP 啦，吼，来用开始种使用的部分是 ACIP。这个是有数，这是 FDA、TFDA， 这是咧看讲你会使用袂使用，你要用唔用，迄是 ACIP 个对啦，吼，迄爱佫去做。另外一个这千批做当然是叫做讲话伤满，吼，所以一个讲话伤紧，一个讲话伤满啦。因为就这无路用，你嘛爱尊重别人呢，我足尊重。千杯做，所以你会使感觉这无效有影，这类用抗体的量
交讲正是尾后即个是毋是有保护力？这无一定完全平衡啦，但是可能会平衡。啊，即个可能会平衡，会当说服大部分的心财委员，你嘛爱讲尊重别人心财委员。你计讲安尼就对，因为公共卫生是安怎呢？是咧替所有上济的人会当得到上大的保护，也是上大的迄个幸福。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幸福的。这个是阮要做的，唔是讲100%呢。你无这个唔是伫实验室内底呢，唔是病毒呢。当然，一个是病毒学，我该尊重；一个是外科医师，就拢医师。但是公共卫生训练无够啊。OK。所以按公共卫生来思考的时阵吼，这个 EUA，咱这边可以，这唔是咧讲什么人较对，什么人较唔对，这是咧管英文叫 trade off。叫 trade off 的意思就是讲。这是一种叫做什么权衡啦？权衡按台湾话较歹讲，无讲马兰事啦。马兰就讲，你是咧看讲，即摆用人吼对这个疫情吼，靠帮忙，会当救较侪人，也是讲吼，伊爱科学性，爱唔知偌准，较会使。这个中间咧用的吼，逐个人有一把厝，家己咧用个着，唔是讲一定爱100%健康呢。啊，你讲无健康咩啦？就是无正确，唔较爱用紧急。使用的社款，什么来打责任？政府来打责任吗？是有影啦吼，所以药商来打责任，就是因为讲紧急嘛。这个 COVID-19 有紧急无？已经死几亿人嘛，已经感染几亿万人，死几百万的人。这世界卫生组织老早旧年3月挡袂牢，就讲宣布讲这是紧急事件咧。所以这有紧急，这问题是讲。慢慢啊，足侪有苗出来，伊紧急性会较少啦吼。但是这是紧急。但是咱嘛讲吼，这个全球疫苗吼，咧较事件差不多吼7-8支啦吼，但是规个咧候选的这个疫苗是100几支咧吼，所以咱讲吼，即阵真正是这个紧急事件，紧急啦吼。我唔敢讲迄一定有效，但是因为紧急使用，你爱去 trade off， 你爱看讲是对一个较好。啊，那现时咱应该是感觉讲。互伊通过是较好，互伊通过是较好。啊，那安尼会当说服，但是爱出来讲较济咧。较袂讲，大家听无清楚，安尼继续讲，啊，你睇下都无啥有效的个咧假做，毋是为啥？咱袂使讲伊无效，但你嘛袂使讲伊有效，袂使讲有效无效，啊，你袂使讲，啊，你嘛袂使讲，啊，伊这吼，即个讨论吼，即个数字无路用。OK。啊，你袂使讲，你嘛袂使讲一定有用路用，但是你嘛袂使讲一定无路用。意思讲尊重啦吼，上满啦，讲了上满，应该互相尊重。啊，大家人吼用民主，民主嘅算票数嘛，数人头嘛，叫科学，这是民主叫科学，一直咧用。遇到一个新兴的传染病，拢是爱民主叫科学，爱一直咧用啦。SARS时阵，阮也是安尼，即嘛是安尼，拢民主叫科学，一直咧用中间，有一日伊个数字继续出来。佢当说服愈侪人继续用，啊就讲说服无多通说服着讲唔通用，啊那你个爱甲停掉。是啦吼，所以咱讲到这是一个宽衡啦吼，头拄啊这个吼，署长所讲的这个 trade off 啦吼，有影咱嘛讲到吼，这个咱的这个疫苗啦吼，会当来去产生，这是亚洲头一支。另外咱嘛讲吼，这个全球可能摆伫 Novavax 吼，这个次单元281这款这个技术伫的吼。另外咱讲吼，伫咧国产的这个部分，咱讲吼，伊是第3期未来第4期 BNT 咱这个主文平台会哪做这款这疫苗，但是安怎选？有的人讲吼，到底是要无共品牌揽咧做，这其实有两个关键，就是疫苗的这个数量吼。头拄仔咱私底下要上节目时阵，咱伫遐算这个数字啦吼，安尼算起来，咱讲吼差不多吼会当有这个4000多万剂啦吼，安尼差不多是咱台湾人口2300万，那是吼2倍4600万，差不多拢有这个吼这个数字，这个档数是一致的吼。咱继续先来请教何教授啦吼，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研究内底。主无共款摆主的吼，当然有真侪种研究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即阵台湾还未开放，但是未来可能是有条件来去开放，你安怎看？这是安尼啦，因为即马遮侪无共款的疫苗吼，出来了，啊后摆你做落啥，啊一定爱佫共款拢做共款的物件，可能有一点仔有困难了吼。啊即马但是你即马讲真急讲啊，我即马就来混打，大家嘛是无啥 comfortable 啦，但是有真侪人安尼抢哦。伊想讲安尼较好，因为有一寡资料，迄看第几个吼，就是讲我来混打，因为上开始的时阵是主要是 AZ 资料有一点仔血角的问题，啊，就大家唔敢资料，就讲啊，即马要安怎啊无来混打。
就变有即个需要，所以因才去做研究吼。所以欧洲有3个国家做研究吼，西班牙、德国甲英国，因做出来的拢是 AZ 加上 BNT， 做出来结果拢是差不多，讲安尼较好。OK， 好 ，AZ 跟 BNT 较好，但是 BNT AZ 就袂使，比较不好。拢是看短期的，去看抗体啦吼，看B 细胞的即个反应。但是大家就咧讲即摆长期是安怎？长期嘛是共款，唔知啊，就甲咱即摆这注这，就甲咱即摆高端共款啊。你看到有抗体，是效果是安怎？嘛是监测啦吼。嘛是唔知嘛是爱看啦吼。但是可能咱以即摆的所有的知识吼，所有的科学的即个证据来讲吼，应该安尼混搭吼是会使。会使吼。嘛是较好啦吼。对，从即个对即个生物吼，医学的即个观点来看这吼，应该是无问题啦。吼，但是即马是用什么观点来看，大家就咧烦恼，就是讲就有时人的什么代志，甲即个预防下都到底发生的时阵，通常人你就去看讲，这有关系无关系，有保障。你即马若做一项，咱的政府毋是甲你建议的，可能就无保障，这是无差啦吼。但是我即马咱你来想讲，迄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啦吼，一个是务实的问题，讲你要爱保障啊，无爱保障啊。但是感觉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另外一个讲，你若有需要吼，就是出啥物代志，有需要即个医学的来甲你帮忙吼，医疗体系来甲你帮忙。迄嘛是无差，咱拢嘛是咱台湾是一个迄个社会，即个真好的即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吼。你不啥物人破病，拢甲你照顾啊，迄嘛是无差啦。是。但是因为最主要的是讲吼，咱若要来追踪吼，讲后摆当时要过来注一下的时阵，咱就你即马混打来混打去，咱就无啥知影讲，若干那注这。有需要，那个做混打，就你可能有一点迷失啊啦。因为最主要咱登记的资料也无啦，无，登记要安怎做，过来慢慢来看。所以即马就是登记的，这是为登记的这个拍算的时阵吼，咱唔通凊彩去混打。主要是安尼啦。登记来讲啦，尤其咱讲吼，即阵疫苗这个数量吼，差不多咱嘛讲到 AZ 也是上侪，Moderna 吼，加这个美国差不多700多万ton吼。另外吼，咱 BNT 嘛也未来，国产的可能会升高吼，所以未来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讲混打这款代志嘛，唔是讲袂使。那咱来讲会使的时阵，政府来策划来做，即马后摆要安怎来追踪。吼，咱有感觉讲有较好，即马就单资料。是单资料，大家拢感觉会较好啦，大家感觉会较好，可能嘛是会较好啦。但是爱有一个计划，毋是讲安尼你凊彩做大家。即马嘛收袂完全啊。对，你搞不清楚啦，即马后摆要安怎都毋知。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吼，中上水因即阵伫咧代咧做，还是讲中间咧做吼 ，AZ 含即个咱讲吼，即个 Moderna 来去做啦吼，安尼做起来。3个月了，咱再来看这个数字，这个表现到底安怎吼？其实咱看到讲吼，这个罗伊军伊嘛有讲到吼，伫咧世界卫生组织，咱过去咧讨论讲吼，伊是无建议讲，伊是也未建议啦吼，这个无这个做无共款排注的这个部分吼。另外，李炳英医师伊是讲吼，这嘛是一种吼，这个免疫吼纠结的这个方式啦吼。另外看到讲，这个其他人有无共款的这个看法伫吼。继续搁请教吼，这个刘医师啦吼，咱讲到这个无共款的这个排注，有的人也是。想讲我去试看嘛咧，咱头拄嘛讲到，伫咧韩国有即款即个例啦吼。其实咱讲主要方式拢是要有风险的，只是讲遵照着讲，即阵会使做啥物吼，也是袂使乱咧做，也是讲无共排注的，未来可能当开放，但是咱照步来嘛，是毋是安尼？其像怎我之前咱甲何老师嘛讲过做一家伫咧南咧做的代志啊吼，所以咱之前嘛咧讲 A 加 B 无一定，伊出来效果都无一定是 B 加 A 安尼吼。意思你先做 AZ 加辉瑞都无一定先做加辉瑞，先做辉瑞了，搁加 AZ 共款啊。哦，所以进前一寡人已经是超前去推论讲 A 加 B 会等于甲 A 加莫德纳共款好。这是啊，伫指挥中心甲这个医界有的人，大部分的人唔敢讲去
去认同这个条件，就是讲你无任何证据出来，咱拢唔敢讲证实伊的安全性。是。所以即马对当然伫即个瑞典出来这篇内底，虽然讲有88个人的研究，其实较51个人哦去做这个蓝莓组哦，就是讲先做 AZ 了来做这个莫德纳，看起来敢若效果嘛袂歹。哦，啊，毋过整体来看吼，其实这个观念嘛是一个免疫交接的观念啦吼。当然对我来讲，有可能伫这个学理甲这个科学内底，应该是无问题。哦，副作用的部分可能嘛是少的。是。问题是，这就是共款吼，咱即马来讲，啥指挥中心唔敢去赞成讲即马做法，就是第一个，伊的资料老实讲无够大；第二个，嘛也无够证实讲伊的安全性安怎。吼，第三个其实爱第三个，我是讲是现主是咱台湾即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咱的预防针吼来的数目无交份啦。吼，你即马你蓝咧做，尤其你搁偷啊蓝咧做，这对咱要甲一寡疫苗要留互第二档的人，就产生一种医疗公平正义的问题。有啊。吼，变做讲我要留互这个人，结果我留到最后我无呢。啊，这个人你要叫伊安怎？伊才剩一档尔，伊搁无他要蓝咧做，伊嘛无他蓝咧做，因为顺序都唔对啊嘛。吼，所以变做讲，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讲。到时你也等指挥中心有公布讲，确实蓝莓组是安全的，吼，咱国家嘛会当赞成讲会当蓝莓组，迄阵你开蓝莓组，安尼会较好啦，吼，较袂有即个医疗迄个分布即个公平正义的问题。有影啦吼，咱看到讲吼，即个Moderna，即个是真残酷的即个数字，505万加即个美国的250万吼，你安怎搞做吼？安怎去即个一罐射14档，你搁加抽一档射，嘛是有限量的啦吼。所以限量的即个前提之下，咱讲即个部分吼，照顺序来去做啦吼。啊，其他即国家吼无共款牌子吼 ，AZ 吼，咱其他的即个 mRNA 即个疫苗吼，加拿大、瑞典啊、芬兰加等等的。啊 ，AZ 蓝 BNT， 但是即个咱讲到越南的即个例吼，可能较无好啦，因为即个伊的数字也是讲数量疫苗都无遐尔交济咧吼，所以即个部分吼，咱个好我来去看吼。啊，也搁来评估的即个国家吼，中国、甲罗西亚、搁即个印尼、甲台湾吼，台湾是即阵有咧做吼，咱就等待迄个结果啦吼。上尾咱请教吼署长啦吼，规个无共款疫苗的牵涉到疫苗到货即个速度啦吼。未来啦吼，咱真希望这个 BNT 会当来，伊会当吼解决掉 mRNA Moderna 台湾无够，咱即阵有1000万，咱加上资济够500万，伊会当安怎改变吼即阵的现状呢？是，即摆讲蓝咧做这吼，是一种一种无共的理论啦吼。迄有诶像讲南韩迄是安，佫无一直无来啊，无来咩？无来佢甲你做。BNT 安尼伊嘛是无够哦，佫无够，南韩嘛是无够，因为莫德纳到1.5倍，来速度吼无照原来个，本来是我做了，系啊，第二这边怎？就是安，像我即马要去病院做啦，即马讲本来甲约昨要做，即马讲无你爱佫加一礼拜，佢 AG 也未来咧啊，要安怎？所以即个像迄其他足侪国家无共，迄是讲你去做中国的无效吼，变混搭，迄毋是混搭，迄个讲伊要佫补助一支靠效的，安尼就对啦。无够嘛吼。所以吼，这混搭有足侪无共，当然看那迄种做法，交这不是讲做第一些吼，伊说是真是去做实验的，但是问题他留意说，我讲人数佫无够济啊，伊结果嘛是用即个抗体的浓度是毋是增加哦？较济哦，较济倍，这嘛是讲，这个交头仔咧讨论讲，抗体增加交这个保护力，是毋是完全有相关？个嘛无啥知啦。所以因为安尼了，个另外一个就是讲，有嘛调度的问题啦。你个话无来了调度，拢乱呢，咧。过来讲这法律的问题是小改下尔啦。因为到尾我是拢政府负责啦。因为逐种你家己可以用的吼，这样混搭了系混搭了，唔知影讲有较大的副作用无，还是讲唔知安怎袂？迄个是啥物负责？当然嘛是个政府负责。这政府这也要负责，想讲无安争取一寡时间啦。无吼，恁吼两间大病先去做看嘛啦，做了较来讲，这是争取时间啦。是种公共卫生就是讲要安怎甲这做上加稳上好，互大家人莫想东想西，尽量较紧会当拢做了，这是公共卫生上爱做的，就是莫搁想歹啊。所以我嘛感觉讲理论上会使做，我嘛小可咧想，不然我去看，要甲大家问看卖讲，什么2点钟已经600个人，登记讲伊要收200个尔，我看卖，咱这吼。莫参加不要紧，乖乖去倒来做 AG 就好啦吼。我
是会使接受这混搭，但是我唔是要去做呢，嘛是要参加实验实验啦吼，因为咱只爱照步来嘛，袂使讲想讲对就对，啊，佮去做啊，都万一唔对标喏。OK。唔随便的，若总过2个月佮出一篇文章讲，迄好是好，但是电脑较安怎拄啊发生什么特别副作用，我这个麻烦啊嘛。所以我是会使去做实验，但是我袂家己去投资就对啦。啊，希望大家人各位拢照政府规定的，你个乖乖去做就好啊，较紧做。紧做，较紧有效啊，迄个好啊啦。无共市长有无共的这个做法。爱相信，咱一定会搁见面。雨会来，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平安哦，部长。